佢有堅忍嘅意思。咁所以如果譬如可能你做緊嘅係自己一個人嘅生意啦，或者其實你好需要一個人好 tough 咁去面對好多困難，而你又希望財運好啲，你就可以揀呢種植物啦。呢種植物咧好適合放客廳啦，好適合放你嘅書房啦，或者任何你工作嘅台面都可以嘅。佢就冇分東南西北嘅。基本上任何家居都可以用虎尾蘭嚟做點綴嘅。虎尾蘭嘅葉片線條尖銳分明，相比起其他植物，佢嘅幾何感會重啲。有一啲室內設計嘅風格同樣重視幾何感嘅，包括巴豪斯風格啦、工業風等等啦。甚至如果你想玩極簡風，都可以透過虎尾蘭進一步凸顯屋企乾淨利落嘅線條嘅。佢會係一種好耐曬嘅植物嚟嘅，佢就算暴曬都好啦，咁佢都會反而會生得好好咯。佢其實亦都係一種非常耐寒嘅植物嚟嘅，又係半個月至1個月唔淋水咧，佢都未必會出問題嘅。佢亦都係一種好容易生側芽嘅一種植物嚟嘅。咁其實我哋係可以將佢好簡單咁樣直接分開，就移植去一個新嘅盆栽入邊嘅。咁佢亦都係一種可以水培嘅植物嚟嘅。